恭喜哦，爱做阿大咧，是唔是真欢喜？阿妹讲也爱上满子，阿公石长孙，是有样么？虽然欢喜，也是欢喜咧。是啊，阿爸记得上拜做健康检查，是乜个时间么？我想下看，当场就3年外了。安尼，阿爸爱做检查了。俩下就65岁以上，当然都是在检查得到。卫生所量，每礼拜日、3、5、9旬都有50千个私人健康检查哦。请问做检查之前，要注意乜嘅？做检查嘅前人嘅暗部，什么点了后，莫个是东西。爱做检查嘅日9旬，咩唔好失焦，爱空腹检查。康复嘅时间要按究哦。係啦，你是要請阿爸原來好。檢查今日早晨8點10分開始，是有好抽血的，唔會本等太久啦。抽血係認知兩項健康檢查，除非有基本嘅身體檢查同健康諮詢以外，還有檢查尿、肝同尿嘅功能、血糖、膽固醇、血油檢查得到。好，落嚟咯。